2025年香港咧就通過咗一條咧道路交通嘅修訂法案，政府就宣布喺2026年嘅1月25號起，乘客如果搭巴士嘅時候座位係已經有安裝安全帶咧，咁就一定要佩戴，否則咧就係即屬違法，最高咧可被罰款5000元啦及監禁3個月嘅。法例一推出咧就即刻引嚟好多嘅非議啦，有啲人就話個安全帶好難扣，扣唔到啦，有啲人係扣到但係解唔到啦，甚至有人咧係因為安全帶嘅問題咧起爭執甚至打交嘅。結果咧呢條法例咧喺推出咗唔夠1個禮拜咧就已經暫緩啦。唔少人會認為咧我條命係我啊嘛，我扣唔扣安全帶關政府咩事呢？政府連呢啲嘢都管，係咪管得太多太闊呢？當然啦，我相信大部分人反對呢條條例咧，其實係出於一啲好實際嘅考慮噶，係咪？例如，扣安全帶好麻煩嘅喎，又或者我落車嘅時候要計好晒時間先落到啊，係咪？唔係嘅話又棘住啊咁樣，甚至咧有啲人可能覺得個法例 inconsistent 啦，企喺度明明危險啲噶嘛，咪但係坐嘅就要罰，企喺度唔使罰喎，諸如此類咧，好多嘅原因嘅。幸運或者不幸啦，總之呢條條例咧，基本上就已經撤回咗噶啦。但係我認為咧，我哋其實可以借住呢個機會啦，探討一個深入少少嘅話題噶。到底法律嘅界限喺邊度呢？大家好，我係 Kat。呢個 channel 咧，主要係同大家探討唔同嘅哲學問題，一齊睇一啲 reading 咁嘅。咁今日我哋會睇嘅咧，就係唔同學者對於法律嘅目的嘅睇法。我哋今日會讀嘅咧係 Joel Feinberg 嘅刑法的道德界限 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咁其實成卷書咧好長嘅，我哋基本上咧只會讀其中嘅一啲章節嘅啫。有關法律嘅目的咧，其實主要係分為兩派嘅。有一派就認為法律係為咗保護我哋嘅自由而存在嘅，咁我哋可以稱呢個為法律自由主義 （legal liberalism）。另一派則認為咧，法律嘅目的其實要教導我哋點樣正確咁生活，亦即係法律完美主義 （legal perfectionism）。英國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 係自由主義嘅代表人物，佢認為我哋就係自己嘅主人，我哋對於自己嘅身體啦、心靈啦，都擁有最高嘅主權嘅。佢喺佢嘅著作《On Liberty》論自由裏面，佢提出咗傷害原則 （harm principle）， 主張咧，唯有防止對他人造成傷害嘅時候，國家或者社會先可以正當咁限制個人嘅自由。所以一個國家咧係唔能夠單單因為你講嘅嘢唔正確啦，就限制你嘅言論自由嘅。咁同樣地啦，面對安全帶嘅法例咧，自由主義者可能會話：喂，我唔扣安全帶，然後發生意外嘅話，其實受傷嘅係我啊嘛，我又冇傷害其他人。政府當然可以勸我扣啦，亦都可以拍廣告嘅，係嘛？話唔戴安全帶產生意外咧，你啲屋企人就好傷心之類之類。咁但係政府係唔能夠用罰款同埋監禁咧，去強迫我哋保護自己嘅。當然啦，另一派咧就唔會同意呢個講法嘅。法律完美主義者咧，經常會引用一個政治評論家 George Will 嘅一句名言：治理國家就如同塑造靈魂一樣。佢哋認為國家同法律咧，其實唔單止有責任去促進人民嘅福祉，更加係要培養公民，引導人咧去過上好嘅正確嘅生活。一啲傷害自己嘅行為咧，係愚蠢嘅，係唔理性嘅，所以係應該禁止嘅。而古代嘅法律咧，其實我哋更加睇到係傾向完美主義噶。例如古希臘嘅法律咧，會懲罰嗰啲唔孝順啦、唔敬虔嘅人，會剝奪佢哋嘅公民權，甚至咧係處以極刑噶。我哋聽起嚟咧，或者會覺得哇，呢類型嘅法律係咪管得太闊啊？但其實喺我哋普遍認同嘅法律裏面咧，都一樣有咁樣嘅例子噶。其中一個就係義務教育啦。如果我覺得讀書係冇用嘅，我想10歲就出嚟打工，咁得唔得呢？係唔得噶。為咗讓我哋成為更好嘅公民，有足夠嘅知識咧去應付呢個社會，政府係會干預我哋嘅選擇，逼我哋接受教育噶。禁毒都係一樣嘅。喺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吸毒咧其實只會對吸毒者咧造成直接嘅傷害嘅啫。
咁但係我哋唔會去要求撤銷嗰啲禁毒法啦，咁樣我哋唔會主張話喂由得佢啦，佢死佢事啊嘛。你死你知。喺呢個觀點之下咧，逼市民去佩戴安全帶，其實正正就係為咗避免市民咧作出一啲愚蠢嘅行為，從而造成一啲極度唔好嘅後果。喺現代嘅社會裏面咧，我哋通常會戲稱嗰啲奉行法律完美主義嘅政府咧為 nanny state 保姆國家。我哋會認為咧佢管得太闊太多啦，越過咗社會同個人嘅界限，嚴重咁侵害咗個人嘅自由。咁如果調翻轉嚟睇，自由主義嘅法制係咪就能夠滿足人嘅期望呢？係咪一個行為只要唔傷害到其他人就係應該被允許嘅呢？同樣係被視為係自由主義者嘅 Joel Feinberg 就唔認同呢個講法啦。佢提出咗一系列咧搭巴士嘅思想實驗。當然啦，佢冇講到戴安全帶啦。佢講嘅咧其實係一堆咧冇實質傷害性，但係有冒犯性嘅行為。例如一個10日冇沖涼嘅乘客喺你隔離拗腳趾啦，又或者係一個好 talkative 嘅乘客喺你好攰嘅時候係咁捉住你傾偈，諸如此類啦。其實佢提出咗幾十個故事噶，咁當中咧係有啲都幾過分、幾變態嘅故事噶。咁我就唔喺呢度講啦，因為我驚俾人黃標啊嘛，即都未有人睇咁啊，俾人黃標咁都唔係幾好嘅。咁所以有興趣咧，其實你自己可以 search 嘅，咁就你可以 search Feinberg A Ride on the Bus， 咁就應該會揾到噶啦。喺呢幾十個故事裏面咧，我哋未必會覺得每一個行為都係應該被禁止嘅。但係我哋應該會同意某一啲行為係一個文明社會咧不能夠接受嘅。Feinberg 佢想說明嘅係，就算係最忠實嘅自由主義者咧，佢都必須要承認喺某啲情況下，政府的確係有需要去干預一啲非傷害性嘅行為噶。Feinberg 提出咗一種弱化咗嘅完美主義，被稱為家長主義。相比起完美主義要求市民變得卓越，家長主義想達到嘅目的咧，其實更加似係要保護人民嘅性命財產。法律強迫我哋扣安全帶咧，其實通常係為咗保障我哋嘅安全同利益，防止我哋受傷，而唔一定咧係想我哋成為一個對自己生命負責任嘅良好公民嘅。咁但係家長咧，其實都有好多種啊嘛。如果老豆咧怕我感冒，叫我着外套，咁我唔着佢打我，咁我會覺得佢都有啲問題嘅。Feinberg 咧對法律上嘅家長主義咧，其實進行咗區分嘅。佢區分咗硬性家長主義同埋軟性家長主義。硬性家長主義咧就好似一個嚴厲嘅家長咁，只要你做得唔啱，唔合佢嘅心意，不問情由，政府咧就係會懲罰你嘅。可能你係好清醒嘅。你明知唔着外套可能會感冒嘅，但係為咗保護你，免得你病咧，你老豆就係會打你。咁呢一個咧，就好多民眾都會覺得有啲反感嘅部分。而軟性家長主義所描繪嘅政府咧，係較為有人性嘅。政府之所以干預我哋嘅行為咧，其實係懷疑我哋嘅決定咧，唔係我哋真正自願嘅。比如話，我哋可能係冇諗清楚啦，我哋唔知道一啲行為咧可能會帶嚟嘅風險啦。例如你可能會唔記得咗着外套啦，或者你諗唔起咧，感冒係好辛苦嘅。咁所以咧，我就會罰下你，提醒你，令你印象深刻，咁就下次都唔會唔記得着外套啦。從呢個角度嚟睇咧，政府懲罰我哋咧，其實係確保我哋唔會喺一啲唔理智嘅情況之下咧害咗自己嘅。我諗我哋都可以問下自己嘅，我哋唔扣安全帶係咪真係自願冒呢個險呢？定還是我哋只係懶啦、唔小心啦、唔謹慎呢？Feinberg 認為，如果一個決定係唔夠自主啦，咁政府嘅干預就唔算侵犯自由啦。但當政府可以如同家長咁干預我哋行為嘅時候，我哋嘅個人主權又如何安置呢？保障人民嘅生命財產同保障人民生活嘅自由呢兩者之間，到底應該點樣平衡呢？當然呢個係一個非常深奧嘅難題啦。我無意亦都冇辦法喺呢一度俾一個大家都滿意嘅答案。不過呢，我諗我哋可以睇多一啲唔同地方嘅例子啦，令我哋多啲 insight 嘅。
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可能比呢個安全帶法例更加震撼、更加有爭議性嘅，就係澳洲嘅安全吸毒所。澳洲政府咧喺某一啲州份設立咗一啲毒品嘅注射室，政府咧就允許一啲吸毒者喺醫護監察之下咧去注射毒品。有市民會強烈咁反對啦，喂，吸毒係一個極唔好嘅行為嚟噶嘛，政府係應該全面禁止佢噶嘛，點解仲要設立個吸毒中心呢？係咪想鼓勵吸毒呢？咁支持自由主義嘅人會話咧，係嘅，吸毒係唔好嘅，咁但係身體咧係屬於個人噶嘛，咁其實只要唔影響其他人，人想打啲咩落身體度都係佢嘅自由啊。咁所以有個咁嘅地方令佢安全吸毒，又唔影響到其他人咧，其實係好事嚟嘅。澳洲嘅呢個做法咧，其實係行咗一條非常有趣嘅家長式路線嘅，就係以自由主義嘅形式咧，去達至一個完美主義嘅目的。一般嘅禁毒法咧係調翻轉嘅，用一個完美主義嘅形式去達到自由主義嘅目的。佢通常咧會透過一啲刑事嘅處分啦，例如罰款啦、監禁啦，去話俾公民聽，喂，吸毒係唔道德嘅，吸毒係毀滅性嘅。而呢一套法理邏輯背後嘅理由咧，其實正正咧係要保護我哋嘅長期自主權嘅，免得我哋淪為毒品嘅奴隸啦，從而保護我哋喺未來咧仍然能夠成為一個自由嘅人，去追求自由生活嘅權利。換句話講咧，咁又係以一個強迫嘅手段去確保我哋自由。安全吸毒所咧就唔設立懲罰，反而提供一個受控嘅自由空間。佢尊重咧吸毒者當下嘅選擇、當下嘅行為，就唔進行一個刑事干預。但係佢終極嘅目標係咩咧？其實唔係讓啲人可以快樂咁墮落啊嘛，而係基於一種完美主義嘅關懷噶。佢 acknowledge 到有一啲人咧，依家係因為毒癮嘅緣故咧，被控制喺一個唔自主嘅狀態，所以佢用一個容忍嘅手段咧，去換取一個溝通嘅機會，希望咧引導佢哋回歸健康理性嘅生活。呢個例子咧話俾我哋聽，法律嘅手段其實係好豐富噶，有時候嚴刑峻法係為咗確保人嘅自由，而放任咧，反而係想引導人重回正軌。澳洲吸毒所嘅例子之所以精彩咧，係因為佢揭示咗法律嘅另一種形式啊！佢冇透過刑罰啦，去強迫我哋變得完美，而係承認如果一個人嘅自主性已經因為一啲成癮嘅問題而處於非自願嘅狀態，咁單純嘅禁止咧，其實只係進一步咁踐踏個人嘅主權同尊嚴。一時嘅容許係用一種自由主義嘅手段，為嗰一個人保留咗未來可以重新拎翻自主權嘅可能性。Feinberg 提醒我哋，法例咧其實唔單止係一啲冰冷嘅條文嚟噶，無論係強制我哋扣安全帶嘅硬命令啦，定係澳洲吸毒所嘅軟性關懷，背後其實都問緊一個同樣嘅問題。到底我哋呢個社會願意俾出幾多嘅代價去守護一個人嘅主體性呢？我認為至少喺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只要唔傷害到其他人，政府係無權干預我哋嘅自由噶。法律係唔能夠以為咗你好作為任意干預嘅通行證嘅。或者會有人反對呢個睇法嘅，佢可能會話個人主權就當然重要啦。咁但係如果我唔扣安全帶，結果就受傷住咗醫院，咁用嗰啲係公帑嚟噶嘛，我耗費咗嘅係公共資源，而呢啲公共資源本身係可以用喺其他人身上噶嘛，咁變相我咪傷害咗個社會上嘅其他人咯。無可否認咧，呢個論證係有一定嘅力度嘅，但同時呢個論點都係值得警惕嘅。如果我哋接受政府可以因為驚我哋浪費社會資源，而有權去干預我哋嘅生活，咁樣政府嘅權力將會毫無節制咁擴張。簡單啲講啦，食垃圾食物、唔做運動啦、捱夜，甚至揀咗一份壓力好大嘅工啦，其實呢一啲通通都會增加醫療成本噶嘛。如果社會成本可以成為限制自由嘅理由，咁理論上政府就可以接管你哋生活上嘅任何一個細節啦。雖然喺現代社會裏面咧，
我哋都同意冇人係一座孤島嚟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為咗行政效率或者啲醫療經費嘅問題，就放棄咗自己嘅個人主權呢？咁我哋換嚟嘅嗰啲所謂保障，其實只係一種奴隸嘅安全。今日要講嘅內容咧就差唔多啦，希望大家咧都有所得着啦。唔知道你哋咧又點樣睇呢條安全帶嘅法例呢？到底安全係咪真可以凌駕自由呢？定還是其實呢條條例嘅本質係一個軟性家長主義？佢假設緊，如果你100%清醒同埋理智嘅話，我哋都會選擇保護自己。因此呢條條例其實係想防止我哋因為趕時間啦、一時大意啦，所以唔記得咗扣安全帶啫。但如果我哋接受由政府嚟決定乜嘢係理智，乜嘢係唔理智呢？咁係咪都係一種變相嘅極權式嘅完美主義呢？下次你喺巴士上面扣安全帶嘅時候，我希望呢個係出於你嘅自由選擇。嚇？點解？你話俾我聽點解？安全啊嘛！感謝大家今日同我一齊讀 Joel Feinberg。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希望你去 like 咗呢條片佢，訂閱呢個 channel， 亦都歡迎咧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可能感興趣嘅朋友。同時咧，亦都歡迎你留言話俾我聽你對法律啦、對自由嘅睇法。我係 Kat，我哋下次再見，拜拜。